運動喺二型糖尿病治療上擔當住一個非常重要嘅角色，帶氧運動同肌肉鍛煉運動都係合適嘅選擇。帶氧運動例如跑步、游水、踩單車、跳繩同埋耍太極。肌肉鍛煉運動亦可以稱為阻力訓練，例如微蹲、半蹲、深蹲、靠牆蹲、上樓梯或者使用裝備進行運動，例如阻力帶或者啞鈴等。伸展運動喺做運動前進行全身拉筋，可以減低因運動而受傷嘅機會，同埋增進運動嘅表現。平衡運動例如單腳站立，可以增強下肢肌力、身體協調同控制重心嘅能力，減低跌倒同埋骨折嘅風險。當進食碳水化合物，即係糖類，例如飯、麵同麵包之後，血糖會升高，胰島素會將葡萄糖運送到細胞入面，提供能量。胰島素亦會將過多嘅血糖以糖原嘅形式儲存喺肝臟、肌肉同埋脂肪中，從而降低血糖水平。骨骼肌肉可以儲存大概500克嘅糖原，而肝臟就可以儲存大約100克嘅糖原。所以當血糖耗盡嘅時候，身體就會開始燃燒脂肪，以提供額外嘅能量。換句話講，體內肌肉越多，可以儲存到嘅糖原就越多，餐後血糖就可以更快回復正常。相反，體內肌肉越少，能夠儲存到嘅糖原就越少，所以多餘嘅糖分就會轉化成脂肪，從而增加胰島素抗阻，最終就會導致高血糖啦。進行帶氧運動時，身體會先消耗肌肉中嘅糖原，然後血糖。運動大約30分鐘之後先至會燃燒脂肪。運動時間越長，燃燒脂肪比率就會越多㗎喇。恆常運動可以訓練到肌肉細胞，令佢更加識得燃燒脂肪。帶氧運動能夠有效降低血糖水平，減低胰島素抗阻，控制體重。特別係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如果能夠減輕體重，就可以減低糖尿病藥物嘅使用劑量㗎喇。根據 FITT 原則 ，frequency 頻率，帶氧運動最好就係每星期做到5至7日 ，intensity 強度最少要達到中等，可以慢慢進步到中高強度。級種類可以按照個人嘅喜好選擇一啲下肢大肌肉群嘅運動，例如跑步、游水、踩單車等。time 時間每星期最少150分鐘中等強度嘅運動，每次30至60分鐘，可以小節形式進行，每節最少10分鐘。更多有關帶氧運動嘅示範，可以參考香港糖尿科護士協會同埋香港物理治療學會合作推出嘅舞動健康。增加肌肉量，減少身體脂肪，對糖尿病係非常重要，特別係二型糖尿病，因為可以減低胰島素抗阻，改善身體對胰島素嘅敏感度，令身體更加有效降低血糖，穩定餐後血糖，提高新陳代謝，可以更有效減肥。身體嘅肌肉量越多，就能夠越容易控制血糖㗎喇。應用返 FITT 原則 ，frequency 頻率。肌肉鍛煉運動最好就係每星期2至3次 ，intensity 強度可完成最大關節活動範圍嘅阻力，但係就唔好引致任何痛楚。最多能夠做到10下嘅重量，多一下都唔得嘅就係合適嘅強度。type 種類自選8至10種適合大肌肉群，腿部、臀部、胸部、背部、腹部同埋手臂嘅動作，例如微蹲、半蹲、深蹲、靠牆蹲、二頭肌彎舉同肩推等。time 時間每個動作做3組，每組動作重複8至10下，
每組之間進行休息。同樣嘅 FITT 原則 ，frequency 頻率，伸展運動最好就係每星期5次或以上 ，intensity 強度，伸展到稍為有啲繃緊 ，type 種類，由頸到腳唔同關節嘅活動 ，time 時間，每個動作維持至少10秒，然後慢慢進步到30秒。糖尿病患者嘅關節同軟組織受損嘅風險較高，運動前記得要做5至10分鐘嘅熱身運動，要量力而為，慢慢增加時間強度。患有糖尿病併發症嘅患者，好似視網膜病變、腎病變、周邊神經病變同心臟病，就記得要同醫護人員商量之後，一齊訂立合適嘅運動計劃。記得注意血糖水平。運動最好喺飯後1小時後進行。如果血糖或者血壓唔穩定，應該暫停運動。帶氧運動比肌肉鍛煉運動更有效降低即時血糖，所以運動前後需要量度血糖水平。另外，運動時應帶少量糖果小食，嚟預防同治療低血糖。如果患者喺運動後經常出現低血糖嘅話，運動期間就可能需要調整降血糖藥物嘅劑量。若然體重已經減輕，或者需要減低糖尿病藥物嘅劑量，就需要同醫護人員商討。最後，如果運動時感覺不適，出現心悸、胸悶或者低血糖症狀，好似心跳加速、手震、出冷汗、頭暈，就應停止運動並進行適當處理。